嗨，好久不见，你更美了。就是他。开什么卡车呀？到咱们这儿来？干嘛？卖给我。我们说好了的，我定金都给了。不是你这么做，你破坏规矩吧？谈好了，就不算坏规矩。开个价吧。1000万。我这儿可全是杀手。那你开个价吧。大弟，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，100万，以后不要再找他的麻烦。你们干嘛把我卖来卖去的？我同意了吗？你先坐，咱们聊聊。你回去吧，代我向道恩总长问好。你骨子里透着一股自以为是的劲儿。我这儿是全城最好的夜总会，来的都是地位显赫的优人，他们的领袖巴尔也喜欢到这里玩。如果他们看上你，那你的一切都会被改变。有人杀了我的父亲，然后关了我8年。有人也杀了我的父亲，包括我的母亲，那都是仇。你们东邦人怎么说来着？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什么意思？很多次他们邀请我加入他们，我都拒绝了，因为我跟他们不同，他们是军阀，是恐怖分子，而我们是 K 帮，这并不算是一路人。好吧，就算如此，萨科城那么多人，为什么要我？卡斯特介绍了你，我希望你帮我做事。你们要我做什么？混进上流社会，去让优人大佬们为我们办事。特工？特工。我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，我既不想加入 K 帮，也不想当什么特工。我最多能成为你某个用得上的朋友。我刚刚花了100万买你的命，你现在属于我。在你拔出枪来对准我的头扣动扳机之前，我的命都属于我自己。你恐怕出不去这个门。不要这么直挺挺地看着我。好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不要用枪。我想知道我拼尽全力，究竟能拼死几个？嗯。